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7、正月初6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正式宣布，由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嘛交代要检讨防疫措施，甲提升建筑产业等4大任务。今仔日西半部出现真侪车阵，国道5号头城路段车速敢若剩10几公里，那韩流报道愈换愈冷，扩快的所在可能剩6度。教育部推动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针对车站、捷运站来考究正确的台语地名。教育部的日程按算明年会该好势。新闻头起先来看，今仔日初6西半部出现真侪要去佚佗的车阵，国道5号的头城路段甚至塞车塞到剩10几公里的时速。那天气方面，今仔日有寒流报道，愈晚会愈冷，一直寒到礼拜。空旷所在低温有可能会降到剩6度。正月初6北台湾的天气转做侪云有当时会落雨，温度愈来愈低。伫咧寒流来了，温度是愈换愈冷。气象局对21个县市发低温特报，其中嘉义市以北加宜兰县，较空旷所在温度可能降到6度。最低点的时间点，它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一整天，一直到后天的清晨。其实，像北部的话，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大致上都可能在12度或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了。那目前来看，最低温的话，我们是预报到都会区大概是8度左右。那沿海空旷地区有觉得来到再低一个2度左右。而家这边线，国道5号一早起就上北的车流，华中道头城交流道时速是降到10公里以下。上北的国交流道也拢出现排队的情形。伫西部国道是有出去省的车流，估计伫咧过道了会出现一波上北的车流。分流的建议部分，西部国道北向建议中部地区可以在中午12点前出发，或者是调整行程在初7以及初8再出发。古屋北向呢，目前车流已经出现了，建议民众也可以调整行程，移至隔日的9点前出发。因为伫咧苏花交通路线，早起10点半开始车较多。公路总局估计，伫初6苏花交通路线上北的方向，大概也有9200台次通过。自12点开始，大高线花莲的总德啊和平地区会启动大客车优先度的措施。苏花界也继续开放路径西大客车的措施，加速消透车流。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正式宣布，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接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有到场来做接棒的仪式。蔡英文是特别感谢苏贞昌担起重担应对疫情的危机，伊嘛交代陈建仁上任得要检讨防疫措施甲社会照顾体系，也有提升基础建设甲战略产业等4大任务。整个执政团队会团结的继续带领台湾往前迈进。伫个总统蔡英文见证之下，前副总统陈建仁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握手交班，强调新旧内阁会当来团团致接，通互国政顺势相煞。总统蔡英文27正式宣布讲，迎接后疫情的回溯。陈建仁会来接任新的行政院长，除了讲希望会当来组成小路严硬的新内阁团队，嘛交付4大任务。这个4个任务就是阶段性完整的防疫措施、社会照顾体系总检讨、小煞来提升国家的基础建设，也有来策动6大核心战略产业。陈建仁嘛讲，头起先真丢毒，不过国家若是需要伊来讲，伊愿意放下自我来尽忠国家。而陈前总统的温暖、无私、奉献，正是当前疫后社会疗愈、照顾人民生活、团结建设国家最合适的行政院长人选。责任来了，我就勇于承担。在未来500多天的日子里，整个行政团队会努力的来做好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每一天稳健的推动各项的政策。国际情势改变来冲击着台湾，陈建仁强调讲，
新内阁团队上任了后的3大目标，就是要来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环境韧性，还佫有社会韧性，会全力来互咱台湾成做幸福的国家。另外，总统蔡英文嘛特别感谢苏贞昌伫个上困难的时阵来担起重担，面对100年的瘟疫，伊毋但讲来守调非洲的低温风线，还佫稳定疫情，含维持经济的稳定成长，来策动婚姻的平权法案，还佫开放米底进口，平野的改革。相信带着行政团队必能展开一番新局。总统蔡英文表示讲，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期待讲新的内阁会当无私奉献，照顾人民的生活。苏贞昌嘛来祝福讲，期待新内阁伫国人的仰望之下，会当来开创新世面。爱加油哦！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政治的消息，来看2024年争取总统大位的2大人选，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仔日拢去到高雄发红包，真有拼场的感觉。找咱来到高雄，副总统赖清德伫高雄市长陈其迈的陪同之下，要连续赶5个行程分红包。陈其迈伫厝的时阵，俄罗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优越的领导，特别讲到赖清德是值得承担更较大责任的人。仁义治国，我相信讲伊的清廉、伊的正直、伊的正直，拢是值得咱大家拍服，也互伊承担更较大的责任的人。被看做2024年总统大位热门人选的赖清德，受到乡亲热烈的欢迎，真侪人排队领红包。伫厝的时阵是无讲到伊的后一步，嘛无对新的行政院长人选发表意见。咱高雄咱台人合作，不是干咱高雄市民咱市民要趁一名，咱是要吼带动南台湾，带动整个台湾，继续向前行，守护台湾。有可能跟赖清德搭档吗？哦，这实在是太有创意了，是吧？被问到2024年有可能和赖清德搭配吗？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笑讲真有创意，找人共款到高雄的公庙分红包。柯文哲回应，不是要和赖清德拼场，希望努力让民众党变做第一大党。我们现阶段我们还是一个算是第三势力嘛，那当然我们现在力量不足以自己当选了，不过现在是可以决定谁当选。不过这样呢，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让自己可以成为第一大党才是目标嘛。另外，对于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柯文哲也是强调爱观察3个月，在野民众党会好好监督。记者李小燕、柯信俊高雄报道。镜头来看国际，德国和美国打宣布讲要提供先进的战车，帮助乌克兰来对抗罗西亚。但即马罗西亚又搁伫咧2日发动攻击，尚无造成11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欧德萨的能源设施嘛受到破坏。伫这部2个行政区听到正大声的爆炸的声音，这个城市南部有几多栋不是徛过大楼被射着，造成死伤。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讲，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设施，因为这部目前的温度是伫咧0度以下，百姓无电通经，无法度开暖气。南部挖乌海港至敖德萨历史中心，25日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内面。2日即天就看到当地居民排队伫咧渗水，进前因才因为电厂被轰炸，无电通经。Ну,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аже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центр Одессы и Одес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входят в спадщину ЮНЕСКО,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товарищ Путин, придурок, не обстреливайте наш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й город.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扎鲁茨尼讲，因的防空系统甲俄罗斯射来55粒飞弹，其中的47粒拍落，伫内面还佫包括1粒美索及音速飞弹。另外，又佫甲俄罗斯24台无人机拍落，包括伫咧基辅周边出现的15台。德国、美国宣布要提供先进的战车予乌克兰，来帮助因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不过，安尼先做，予俄罗斯真受气。欧洲甲西方民国否定设立战争的冲突，不过波斯国当局认为因就是有。Все, что делает и Альянс, и упомянутая мной столица,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ряма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 一直到目前，莫斯科加几乎拢是靠苏联时代 T-72战车，估计伫咧春季发动新的地面作战。乌克兰一直向外寻求先进的坦克，就是要突破俄军的防线，夺回伫咧南部加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继续来看国内消息，一阵南投德山的指南宫人阵是吵，大量的车阵为庙前一路踏到国道3号的德山交流道，2公里的路程，反正2点钟嘛未到位。庙方估计，伫咧春节期间，一日去招去害发财金的就16000人，若单纯去参拜的民众，甚至有到10万人。长长的车流看袂到尾啊，完全无法度震动。为国道3号德山路段一路踏到交流道，到了平面道路还是大塞车，就算讲环境的指挥，还是无法度疏导。车流全部往南投德山指南宫来前进，而庙前更加是人潮满满，之间袂顶袂动，根本无法度来保持社交距离。刀顶的金纸堆做，敢若小山遐尔啊悬，入去到庙内底参拜，插香是更加困难。虽然是安尼，民众讲还是要趁着新年，到这向土地公来求财气。我刚刚在里面就是要求发财金的时候吧，甚至像上香时都等了40几分钟，快1个小时。开工红包的话，我会把它存起来当招财。对，就不会随意乱花。这2天是传统迎财神的日子，就算讲已经是初6啊，信众是引进南投德山指南宫来求财运。庙方估计年假期间，大家来照现金的人数大约16000人，而大家来参香的民众上少超过10万人。庙方大家嘛要出动20台卡车，才会使妥善处理信众的金纸。我的这个金炉吼烧不起。怕的时候，你如果容纳太多也会危险嘛哈，所以我们就统一有再到一个广阔的场地，配合镇公所，来把这个焚化掉。这样。庄秋安表示，虽然庙方的停车场会使放2000台轿车，不管是无够用，若是要伫这几天来这参拜，民众必须要多一寡耐心啊。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同款是人客人的场面，这是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日伫咧南港展览馆展览馆开幕。因为国境解封，即届有袂少外国的漫画会社甲作者来摆摊位，嘛有真侪出名的配音员甲扮漫画人物的 coser 嘛拢来参加，吸引真侪民众唔惊低温，7早8早就去排队入场。农历初6一透早，台北南港展览馆外口排队排甲热长，拢是准备入去台北国际动漫节会场的民众。我今天早上才搭车过来，大概7点，大概快8点的车，从桃园那边。我主要是为了一个工作室啊，花友工作室。3、2、1，请剪彩。今年台北动漫节已经是第11届，办伫疫情管制较严的限制时，会场内底人坐甲榻低，大家买的大包小包只好放伫头壳顶。就是我们买了5个福袋，就是5个福袋，大概花了3000块。本次呢，我们总共有95家的厂商，有520个摊位，以及50场的签名会与活动。这届当着国境解禁，几来日本、韩国出名的画家、配音员、coser 拢来到台湾，和真侪动漫迷真期待。康金博表示，希望透过动漫节会当振兴台湾的动漫产业。记者林超张随台北报道。11日假期就要结束啊，准备爱休假。即嘛是传出讲，有2个为花莲到台北读册拍垒球的国中生，因为课业和训练的压力上大，2、5要转去学校煞失踪。警方调车站的监视器，发现因2个人根本就无转去台北，是坐火车到宜兰就落车，佮走转去避伫咧花莲的亲情因兜。对代替所有新站的监视器，看到这2个高中的女学生拖行李自车站内面行出来。因本来应该是爱伫咧台北车站落车，但过伫咧半路打开站就落车，然后坐区间车到所有新站，结果开3000坐计程车登去花莲。我们从台北分局的台北所一路这175次的列车停靠的各车站全部都调阅，逐一辨识，然后逐一比对。
确认他们的位置，还有经过车票上面的比对，他们在哪一站下车。家长学校拢找无人赶紧报警，警方调花莲到台北沿线的火车站上百支监视器，发现因竟然换衫了出现伫咧所新站，要伫因花莲即辈子啊引导找着人，讲是功课压力上大，无想要去学校。学生是表示说，因为课业压力。还有就是说训练上的压力，所以造成他们不告而别的情形。有一点想要逃避父母给的压力，这样，但是他可能又不想让父母找到。警方讲，这两位国中女学生是读台北一间正有名的女球学校，25过年年假休煞，要登去学校参加寒训。因过因认为家己体力袂堪的，无想要搁拍球，才会半路搁登去花莲。好佳在两个人拢正平安，已经交互家长带登去。记者综合报道。大屯山的地热发电资源占全台湾的7成多，不过火山的环境有损失的问题，阻碍着开发。不过最近传出好消息，即马伫咧金山当咧起一座会当克服这个难题的电厂，按算6月会当完工，提升台湾的地热发电。伫大屯山土下开资源是真多。伫金山树风主平总体能量1兆瓦的地热发电厂多咧起，业者找到方法克服损失，为土下开古镇专注电力。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在主力发电机了。目前我们的设计条件都是取干蒸汽，为第一优先。干蒸汽基本上它是可以避掉一部分的地表基础酸蚀的问题。伫无偌远的流风主平，还有一个能源局的招商案，规划总体容量是1兆瓦的地热电厂。上新的技术，地下井沿调向一环等法，按算向下卡装1500公尺的深度。再生能源当中，地热是唯一用24小时稳定发电的基载电力。北部核电厂陆续退役了后，伫附近台北市的大屯山系发电地热，也是重要的能源布局。大同选在浅层就500嘛，深层的大概有将近3个Giga嘛，搞不好可以弥补合一合二的一个发电总量。未来真正大屯能开发起来，对北部的缺电的危机可能会有点帮助。树风主平电厂按算6月完工上转，业者将定位做先导电厂，经营经验会作为大屯山系其他电厂的开发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早前咱外岛的灯塔物资含油，拢会靠咱的运升站来补给。不过即马灯塔拢会当靠供电和风电来自动运作，唔免搁再补给。一只服务已经35档的运升站，嘛伫咧去年4月完成最后一摆的补给任务。已经建在新洲码头船脚，是否可以直接出港？可以，谢谢你直接出港。2022年4月20日是运车站最后一摆出航，工作人员甲平常同款，按照既定时间出海。单程航行的时间8点钟来到会当到，因为大船无法度瓦港，也要换船顶的小艇载送物资甲人员，才会当登上基隆市。同阮岛上灯塔也需要备1137杆，运补人员过去都是安尼，用手用行来将油料运上灯塔，才会当顺利发电。为海上船只点到冰顶，过去全台19座位伫离岛的灯塔，拢瓦靠运升人补给。这只服务35年的古竹果篮，是由基隆造船厂打造，总动费964栋，当初由财政部关务署作为杂七组使用，后来专门做灯塔补给。随着灯塔自动化，补给阶段性进步完成，已经退休的前任大夫吴信台也受邀请参与这一桩毕业旅行。今天来到云新舰最后一趟补习基隆屿，感觉跟我们以前做的方式都一样。工作的技巧都很纯熟。运升舰舰长回忆，过去伫运补的时，定拄到海上甲天气无好，有时真惊险。专业小船无一定会当顺利瓦港。昨年也有船员跋落海顶惊险的状况，这一摆进行最后一抓运补真顺利，也完美的结束。我印象中就是我开航的时候，我觉得最顺利的一天。
本来开航之前海象不太好，但是出了基隆港防波堤以后，海象就慢慢变好了。然后要进港前的时候下雨，结果快要靠码头的时候雨又停了，然后整个的过程都很顺利。云城南线路运补工作去年12月底都要典礼了后，移交予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未来会作为教校用。学校已经规划专属区域，和这只专台的幕前为伊留存的灯塔运补栏继续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推动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的计划，针对车站、捷运站的台语地名来考究改换正确的台语站名公布。那教育部的字典和来进步的地名网站，卖伫咧明年完成更新。无论上班上课，也是出去佚佗，坐捷运是台北人的日常。不过，你敢捌真少听过到位的时站名用台语是安怎念？没去注意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我忘记了。大直、杂直 station、台直。捷运公司安尼念，民众阁是安怎读？大直吗？不是大直啊。大直。大直啊。到底是大直还是大直？教育部委托台大地理系教授赖正贵的团队执行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第一阶段调查捷运、台铁、高铁等等站名在地发音。应该是大直较对啦，因为较早迄个家人号啊，行到遮的时阵啊，这段就是一条线嘛，就是较直的，所以就做大直。啊，有大直就有大湾，啊大湾就是即马美丽华定位区迄搭迄个所在做大湾，因安尼是一对的。教育部有把这个成果提供予相关单位参考。台北捷运公司对此回应，因为收到教育部的发函，但是会等到未来有新路线要通车的时才来登录。伊嘛进一步表示，台语的发音拢甲教育部字典相像。记者查字典，发现大直的发音确实是写大直，不过教育部表示，因字典的发音是参考捷运放送的发音。计划的成果，其实我们也已经有提供给我们词典的编辑小组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有在演绎，可能会把它考虑增列在我们词典里面，在捷运站名可能会有的第二个音读的呈现。教育部表示，字典编修流程较复杂，所以可能无法度遐尼紧更新。另外一边，赖正贵教授的团队嘛已经正在进行第二阶段计划的录音工作，主要是要补足内政部地名资讯服务网内底台北、新竹、苗栗等等所在的庄头地号名。黄伟嘉表示，台湾有真侪地号名原本拢是本土语言，若要摕来做站名，嘛应该爱用正确的本土语言讲才对。比如讲，咱讲艋舺这个所在，你若是读做艋舺，听起来就有一点仔改叫嘛，对。但是像即马捷运站有一个新的站号做加拉，伊根本就无华语的名，就是爱念做加拉，大家才听有安尼。地名主管机关内政部嘛表示，按算明年地名网站就会更新完成，以后民众只要去地图点一个所在，就会当听到正确的本土语言发音。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英国庆安罪犯蔡文贵，伊出入监狱10外冬，总算伫咧2冬前得到假释，即嘛是街头换面去做全局的变面表演，而且佫成立公益团队，找经纪人做伙来趁钱，帮助弱势。如果穿这双，可能我还没表演出场，可能就会摔倒的几率。分享演出的装备，家己讲算笑，就开始伊的招牌表演。几个动作做个真流利，一转身，上大亮点出来了。全国变面讲来就来，吸一个面谱巧妙变化，伊是阿辉蔡文贵，会加上变面人生，爱为家家迄段日子开始讲起。当初是没有人教，因为在监狱里学的，刚好有这个机会进到屏东监狱鼎新才艺班队，就接触到变脸。因为一件枪炮案闹起了媒体版面，被列为要犯对策，前后进出家10多年。过去毋是无想过要重新过来，不过社会标签已经大咧，想要去掉毋是简单讲的代志。
阿贵无想要搁行回头路，伫国庙会表现，搁成立公益团体，找经纪人朋友，用家己赚的钱关怀弱势族群，援助物资加生活支持，尽一份力量回归社会。以前的自己算是很灰溜啊，对啊，搞到家人也都放弃，觉得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让他度过困境。不可否认的是有再犯的可能啦，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不好的记录，容易遇到一些挫折，那造成了他在社会上很难再立足。都惊经纪人就业困难，加做主动自身的机会。法务部提供各项技能辅导。若要回归职场生活，除了经纪人自家加努力以外，依然需要社会接受因，让因有机会开创第二人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北部地区是10度到12度，中部地区10度到16度，南部地区14度到22度。东部地区11度到20度，外岛地区9度到15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